正儿，哎，来，坐。娘，你也坐。恭喜日后娘娘寻回爱子。你们都起来吧。正儿，这次我们母子能够相识，都要感谢少林寺的无色大师。他让你送信来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母子相识。娘说的对，我有时间一定要好好谢谢这个无色大师。他不光容我在少林寺养伤，还帮我找到了娘亲。哦，正儿，你大哥云坑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大哥他现在正在王屋山，当时因为他爱上了寒风堡的大小姐冷清霜，被我爹责罚，差点就没命了。不过还好得救了，最后逃到了王屋山。好在我生了2个有情有义的儿子，不像他父亲。乌色大师曾经告诉过我，他说等我到了长春岛以后，就会知道大齐门和五福之间的仇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娘，您现在能不能告诉我？正儿从小在大齐门长大，深受他们想法的熏陶，仇恨心很重，跟五福也势不两立。这个时候告诉他，只怕也没有用的。娘，怎么了？这些事以后会告诉你的，现在你不用着急，先好好在长春岛练习我的武功，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的。是，孩儿明白。娘，只是……怎么了？只是什么？只是孩儿还有一件事情。你说吧。我想去看看温太太，不知道娘让不让去？我什么时候说不让你去看她了？你的美人也在苦苦的等着你，你还不赶快去见她？是啊，只怕你去迟了，她的眼泪也快哭干了。快去吧。喂，你都不知道她在哪个房间，你就跑了？劳烦姑娘告诉我。她在东厢房，快去吧。多谢。太太，我来了，太太。日后娘娘，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云峥有许多未了的事情，我要替他去完成。太太，太太，你别走啊，我在这里啊！你快回来，太太。正儿，快趁热吃啊！快吃吧。怎么了？娘，我没胃口。我已经派了黑衣天使去寻找温太太。你呀，只要在这里好好的习武，耐心的等待，总有一天你会见到她的。快吃啊！快吃，多吃点。来，吃菜。哦。
你也喝点儿。啊，我敬。朱兄，我明白你的心情，我也明白你对水姑娘的心。你看看，这是二弟托你带来的信。你和水姑娘的事是二弟的遗愿，我需要你帮忙。不管我做什么，他都不会接受我。其实，时间可以改变一切。朱兄，我希望你能用真诚去打动他，使他改变过来。你觉得我这里怎么样？此处虽算不上多好，但也算得上是天下第一地牢了。好一个天下第一地牢啊！我可是心甘情愿待在这儿。来，喝酒。你怎么不喝啊？有心事？小侄有一件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，想问一问老伯。什么事？这里只有你我两人，你随便问吧。老伯，您是否还认得这些字？这字虽模糊，但是这字是我写的，我怎么能不认识？小侄是想知道，老伯为何要写这个名字和日期？还请老伯告知小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别着急，且听我慢慢说来。20年前，有一日我忽然动了游兴，由江南一路游山玩水，4月间就到了中原。这一天，也就是16年天，我在一个桃花林里，当时是桃花怒放，如仙境一般，看得我心旷神怡。我生了酒性，就在这林中喝酒乘凉。天姐，你站住！我杀了你！你站住！站住！我杀了你！别！天姐，你站住！别动！我杀了你！不要！我真的喜欢你，真的，我真的喜欢你啊，真的，请你相信我，好吗？
站住！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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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姑娘，姑娘，陪我喝。你醒醒！陪我喝。姑娘，姑娘，陪我喝点儿。醒醒！喝嘛！醒醒啊！我热，我热。醒过之后，那女子沉睡如死，但面上却带着满足的笑容。我突然看到那少年带来的那柄断剑上，竟刻了“大齐”二字，才知道他是大齐门下的人。于是我赶去追他，哪知道那个败类竟逃得无影无踪了。等我再回到桃花林，那女子已经不见了。后来我才得知，那女子叫水柔颂。她并不是淫妇，只是因为她丈夫盛存孝不能人道，太寂寞了，才干出这种事。而我碰到这个机会，捡了个便宜。后来我也再去找过那个少年，可是大齐门行踪不定，一直没有找到。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那个男的叫做铁青间，是我二叔。他和水柔颂已经双双死了。想不到他们竟然都死了。还有一件事，老伯，恐怕你更想不到。这个水柔颂还为您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叫水灵光。水灵光，这下可好了。好什么呀？小侄本和您的女儿是彼此相爱的，只是他的娘亲以为她是铁青间的女儿，这样我们不就成了堂兄妹了吗？现在知道她是老伯的女儿，我们就没有血缘关系了。所以小侄忍不住高兴。哎，好啊好啊，他都这么大了，啊，我要是能有你这么一个乘龙快婿，倒也不错。等我们相认了，我就做主把他许配给你啊！哎呀，不好！又怎么了？当时我以为水红娘，她和我是堂兄妹，所以我就让我的大哥做主，让他和朱大哥成亲了。朱大哥，他是您的儿子呀。他们已经成亲了吗？就算没有成亲，也应该差不多了。我们现在应该即刻去找他们，一刻也不能耽搁。珊珊，什么事啊？又要添酒吗？添什么酒？马上准备行囊，我们要出去。走，有什么事吗？不必多问，赶快去准备，我们马上要走。那可以带我们一起去吗？不行，你们不能去，你们不能去，不能去。他真的要走了，而且他还不带我们去。我想他是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才能让他不走。什么办法？李大哥，
哥他们现在何处？应该在王屋山。以你我的速度，3天之内能够到达吗？希望还来得及。老伯，还有别的出路吗？还有，来，跟我来。完了，他们把所有的出口都炸了。这……他这么自重身份的人，这种事情怎么好说出口呢？其实，事情是这样的。他是不是还是什么都不吃？一点都没吃。这么多天了，他也不吃也不喝，连药都不吃。这样做跟自杀有什么区别？我们再关心他有什么用啊？他这样下去一定会死的。水姑娘，你真的很喜欢我二弟吗？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你就应该为他着想。你想想，如果他还活着，他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吗？我二弟一生命苦，无时无刻不在为了大旗门出生入死。你如果真的爱他，也应该爱护我们大旗门，应该为了死去的二弟做点事，好圆他死前的遗愿。所以你千万不能死，你就当是为了我二弟，为了我们大旗门，你考虑嫁给祝藻。他是一帝之子，有了他的加入，也许会扭转整个局势，大旗门和五夫的仇仇恨恨也许就得以化解。水姑娘，我说这些话确实是残忍了一些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大旗门的历史本来就是男人的鲜血和女人的眼泪写成的。好了，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
水姑娘不见了。什么时候不见了？我不知道。我们分头去找。好。啊，好了，没事了，坐下吃饭吧。啊。你没事吧？水姑娘，你很久没吃东西了，吃点吧。好，你不吃，我们也不吃了。我知道铁中堂对你很重要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对我也很重要。你不吃，想饿死自己，去陪他，那我也陪你不吃，大家也不吃了。有什么用？只不过是摆着好看而已。我空有一身好功夫，又有什么用？这么个小小的山洞，我就拿它没办法。老天爷，你如果要有什么惩罚，就冲着我来好了。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的儿女？他们并没有什么错，他们是无辜的。罪孽，这都是我的罪孽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为什么要这么风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要这样，这都是我们的错。如果不是我们太一时之语，现在也不是这样的结果。没错，我们只求一死，求您成全我们吧，成全我们吧。死了又能怎么样？事情会有改变吗？我知道你们都是爱我心情，才做出这样的错事。都起来了啊！如果你们觉得真的对不起我，就设法把封住的洞口打开。
比在这里哭哭啼啼的更管用。知道了，切身定当竭尽全力，早日打通出口。好，去吧。中堂，过来，你过来。老伯有何吩咐？我要你好好的跟我学武，我会把我毕生的所得全部传授给你。你学成之后，要替我做件事。什么事？杀掉朱子和水灵光。来来来，为朱大哥终于抱得美人，干一杯！来来。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来，这一次真的非常感谢你们。你看看这几天你坚持吃药，眼见着气色就好多了，人都漂亮了。姐姐过奖了，看着你一天天好起来，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？只要姐姐你开心就好。朱嫂是个好人，对你也好，你嫁给他是不会吃亏的。我知道他对我好，可是我根本就不爱他，我心里只有堂哥哥一个人。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答应嫁给他。这有什么对错可分呢？我答应嫁给他，只是为了完成堂哥哥的遗愿，对他来说本就是不公平的，而且我这样做，对堂哥哥来说，也是一种背叛。我先前说过只做堂哥哥的妻子，可是现在……好了好了，我的好妹妹，真不知道你小脑袋里整天都想些什么。难得朱嫂是个好情郎，你嫁给他，堂哥哥在天有灵，也会安心的。何况感情嘛，还不是要慢慢培养，说不定哪一天你真的就爱上了朱嫂呢。好了，你不要想太多了，就安安心心做一个漂亮的新娘子吧。如果朱兄不嫌弃的话，就在我这草屋举行如何？我怎么会嫌弃呢？求之不得呀！那就好，太好了，那就好啊！你们商量的如何？决定什么时候拜堂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我觉得越快越好。那就3天后怎么样？3天。江湖儿女就懒得拖沓啰嗦。好，就3天以后。娘娘，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昨天的爆炸声是从月椒崖传过来的。据送饭的周婆婆回报，叶帝的山洞口已经被封死，叶帝也下落不明，不知是生是死。哼，是生是死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那要不要派人找他？不用了，这也是他自作自受，死也活该，不用去找他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先前我交给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姐妹们已经得手，正在回来的路上。很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娘亲。正儿，你的武功大有长进了。多谢娘亲夸奖。娘亲，我认为长春岛的武功独到精深，好像与我们大奇门的武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。我从小就练大奇门的功夫，所以现在练起长春岛的功夫来就没那么费劲了。怎么，全让你给看出来了？长春岛的前辈和大奇门的前辈渊源颇深，关系啊非同寻常，所以啊武功自然有相似之处。哎，娘亲，那长春岛的前辈与大奇门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两家这么亲近吗？这些啊你就不要问了，到时候我会仔仔细细的告诉你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哦，那什么时候才是那一天啊？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。你现在呀，好好的练你的武功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啊。对了，娘还有事，我先过去了。你呀，好好的练功啊。知道了。哎，娘亲，有戴戴的消息吗？还没有。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温戴戴是个聪明机智的女孩子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已经派人去打听她的消息，一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的。你练吧。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找，可是都没有结果。这么多天了，只怕找到的机会更少了。都怪我，因为我做了太多鲁莽的事情，要不然今天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你也不用太自责了，也许这都是上天注定的。我为什么老做一些自己无法挽救的事情？冷姑娘，你知道你姐姐的下落吗？你问她做什么？是我大哥让问的。我大哥还没有死。如果你知道你姐姐的下落，麻烦你转告他，我大哥就在王屋山再生草庐。我上一次见我姐姐是在黄凤的萧金窝，她说要找个地方抚养孩子，我要出来找铁大哥，所以我们就分开了。你找我二哥？那你为什么来长春岛啊？那天天使们出去办事，正好看到我在路上被一帮流氓欺负，所以他们就把我救了回来。那你后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？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姐姐在哪里。真是可惜。什么可惜？本来以为你能知道你姐姐的下落，这样子，我大哥他们夫妻俩就能早日团聚了。
你也是个善良的人啊！我所认识的大齐门的人，都不是坏人。真不知道我爹为什么一定要与大齐门的人为敌。我也觉得不是每个五福的人都那么可恶，非要我亲自动手取他们的小命。真儿，娘亲，真儿，奴婢见过日后，奴婢先行告退了。你不恨他吗？我为什么要恨他？他可是寒风堡的人，是你们大齐门的敌人。大齐门与五福之间的仇怨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那个时候他还没出生呢。那个时候，你不是也没出生吗？跟你也没有关系啊。我不知道，只是他曾经救过我，而且大哥和他姐姐又是夫妻，也算是一家人。既然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仇不仇的？所以我对他没什么反感。真儿，看来你是个明事理的好孩子，不像你爹那么固执糊涂。大齐门到了你们这代手里，也算是有救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其实只是想过来帮你整理一下头发。整理头发干什么？洞口搬开了吗？还没有，翠儿和依依还在搬。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快去帮忙！妾身想过来看看这里。这里的事情用不着你管，你只管尽快把洞口打开就是了。知道。堂哥哥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嫁给朱嫂了。不，你们是亲兄妹，你们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你说什么？我娶了自己的亲妹妹，你陷我于不义，你杀了我吧！不。